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en's Global，我係阿 Man。今日推介5個唔同建築風格，但我心目中2026年一定要去嘅教堂俾大家。而我將會以期待指數嚟排名嚟推介俾大家嘅。好，第5位，凝固喺岩石入邊嘅拜占庭瑰寶，土耳其卡帕多奇亞嘅黑暗教堂。咁講到土耳其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諗起熱氣球啊咁，但係喺呢個格雷梅嘅岩石群入邊咧，隱藏住一座令所有建築迷都驚嘆嘅黑暗教堂。而呢度最特別嘅地方係，成座教堂都係由巨大嘅凝灰岩直接開鑿出嚟嘅。咁點解叫黑暗呢？因為其實嗰度咧窗口係極少嘅，幾乎係冇陽光可以照射到入去嘅。但係就係因為正正呢份黑暗咧，令到入邊嘅11世紀嘅拜占庭嘅濕壁畫咧，避開咗呢個光線嘅破壞，色彩到今日依然鮮豔到好似琴日先至畫好咁嘅。咁如果大家喺2026年再去土耳其，或者你係第一次去土耳其嘅話，咁除咗玩下熱氣球啊、食下雪糕啊、飲咖啡啊，其實一定要嚟呢個岩石心臟欣賞下一個咁奇特嘅教堂。好，第4位，被譽為希年過後嘅華麗身段，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。咁點解要揀2026年去梵蒂岡呢？因為2025年咧係天主教會嘅聖年，或者叫做希年，而世界各地會有成千上萬嘅人湧入去嘅。咁雖然都幾熱鬧嘅，但係參觀嘅體驗咧就可能會受到影響啦。咁而嚟到2026年咧，所有為咗希年而做嘅大型修葺工程咧，基本上已經係大功告成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喺最完美、最潔淨嘅狀態底下咧，欣賞到貝尼尼設計呢個啱啱修復完金碧輝煌嘅聖體傘。而當你企喺呢個米開朗基羅設計嘅巨型穹頂下邊，望住嗰啲光線由個高處度灑落嚟，你會發覺呢度唔單止係一座教堂，可以話係人類藝術巔峰嘅展覽館。所以如果大家2026年去嘅話，你可以避開咗最極端嘅人潮，好好地咁欣賞呢個咁宏偉嘅建築物。好，嚟到第3位，涅槃重生嘅法式優雅，法國嘅巴黎聖母院。2019年嘅嗰場火災，我相信係好多人心裏邊嘅一道傷痕。而幸好經過足足7年嘅精密修復，2026年將會係聖母院重新全面開放後嘅第一個完整年度。而呢次修復唔單止係還原，仲係一次新舊交替嘅致敬。你可以再次見到呢個標誌性嘅尖塔重新屹立喺呢個塞納河畔，而且內部嘅燈光系統同埋參觀嘅動線呢，佢都到咗現代化嘅優化嘅。而最值得睇嘅係重新清洗過嘅花窗玻璃，喺光線嘅折射下係會呈現出前所未有嘅通透感。而2026年去聖母院唔單止係去參觀呢個景點，更加係見證人類點樣喺呢個灰燼入邊重新建立起美麗。而呢份重新嘅震撼呢，係絕對會令你動容嘅。好，嚟到最後嘅倒數第2位，跨越800年嘅和平讚歌，意大利亞西西聖方濟各聖殿。喺2026年，對於意大利嚟講有個非常特別嘅意義，因為呢一年呢係聖方濟各逝世嘅800週年。喺亞西西呢座山城，會因為呢個紀念日而充滿一種神聖而又平和嘅氛圍。而呢一座聖殿呢，係由上下2座教堂組成嘅。牆上邊咧係佈滿咗喬托等大師創作嘅濕壁畫，係藝術史上由中世紀轉向呢個文藝復興嘅重要轉折點。而2026年呢度會舉辦多場世界級嘅文化同音樂活動。想象下喺意大利嘅黃昏，漫步喺呢個白色石頭嘅建築之間，聽住遠處傳嚟嘅鐘聲，你會感受到一種跨越8個世紀嘅純粹。如果你係追求心靈嘅洗滌，同埋欣賞呢個歷史嘅厚重嘅話，咁亞西西絕對係你2026年嘅最佳首選。好，終於嚟到我心目中嘅第一位，見證呢個8年歷史嘅最終篇章，西班牙巴塞羅那聖家堂。排喺第一位，相信大家都估到，就係高第嘅神作聖家堂。而喺2026年係高第逝世嘅100週年。亦係呢個官方預定完成呢個耶穌基督主塔
嘅里程碑嘅年份。雖然成個工程未算100% 完工，但係主塔嘅落成意味住呢個聖家堂將會成為呢個世界上最高嘅教堂。而我哋呢代人係非常之幸運嘅，我哋唔單止睇緊一座完成緊嘅建築，亦係親眼見證緊一個橫跨咗一個世紀嘅夢想成真。你會見到好似森林一樣嘅石柱，同埋喺2026年終於你可以見到完整嘅建築輪廓。你會感嘆高第嗰種超前時代嘅想像力。而喺2026年去巴塞羅那，你唔係一個遊客，而係一個見證呢個100年歷史嘅見證人。好，嚟到最後，喺呢5座教堂，其實每一座都有獨特嘅生命力嘅。咁大家唔知道2026年你會揀邊座啦？咁如果你可以嘅話，可以喺個留言度分享你嘅旅遊故事啊，或者同我講你想去邊一座。咁好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，記得點讚、追蹤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多謝晒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